去庙林拜拜时阵，爱用倒一支手来插香才对。哦，倒一支手来插香，美秀这边是倒手。啥那是倒手咧？因为啊吼，你甲看吼，倒手吼，咱正手吼拢是提字，吼来变数的时阵，去尻川是毋是拢用正手？嘿，啊那倒手这支吼，就是足清气的，足有像咱讲的正能量。所以讲这句爱保护着，啊咱神明是爱尊敬的，所以讲咱就用倒手来插香，这对因来讲才是尊敬。所以我的答案是倒手。啊那阿雄这边就是正手啊。哦，因为足简单的啊，你看咱护灵正身有无？嘿，大房的是徛咧正边哦，所以正手就是尊敬的这边。啊，你要甲神明插香，当然是要用正手有无？哎，神明那个大房佫更做伙。无，因为伊就是大的尊敬大的，你的的，意思大的就是放伫个尊敬拢正手面。嘿，是，唔过不要紧，美秀的答案同款，佫是倒手。阿雄这边是正手。哦，来两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演一遍。来哟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安怎咧？我来问一下吼，来，甲美秀姐啊讲诶，是清气，生气，因为正手定定大家拢做蒙来蒙去啦，对啊去变数啥物，嘿啊是咱倒手较清气，较较有迄个能量啦，对正的能量，是感觉是安尼，是，对英子啊，假假感觉是安那是正手，我感觉是我的习惯是拢用正手啦，因为拜拜了后吼，顺手嘛，安尼就擦落啦，无讲搁换倒手啊再来擦。对是啊，，阮还有一个米姐，米姐嘿，阮米姐也会讲，我的习惯上若拜拜好嘛是拢用正手啦，是，啊，毋过若是照你讲是爱倒手较尊敬啦。叫什么人你？叫什么你？印度人咧食饭，嗯倒一手是安尼，倒一手是食饭的，是分足清楚的。正确的答案是，答案是美秀的倒手。哦，你只话有讲就是部分，就是传统的观念啦吼。当然，甲现代无一定是完全共款，啊，毋过传统是认为讲倒边是属阳的啦，啊正边属阴的啦。阴咩？吼，啊倒边算做讲就是吸收阳气，也是讲能量，吼，这方面倒边就是安尼。啊正边叫做讲排出阴气，也是讲晦气，吼，这款的。无好的物件，哈哈，所以对传统来讲是安尼来会所以所以讲平常用倒手插香安尼。你讲无清气的物件。是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小妹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这个景点吼，是爱讲出咱台湾的什么什么关，什么什么潭。哦，什么关，什么坛么？来，咱请看。跟得上，这应该真清楚啊！哦，日月潭李月潭，啊，什么关呢？台哎，袂使偷讲话，咩来嘛？南道关嗯日月潭是无？南道关日月潭，台中啊，无就读多迄个啦。嘿啊南道，嘿啊好吧南道，哦敢若这个答案嘛。好来，老师，南道关日月潭对唔对？对啊，哦，你若这无信心咧，来。我敢若知影迄个日月潭，嘿，那个是啊，毋过关就大家拢较问较袂清楚。好来，分数先加入去。容易得了3000咯。是，心动。是，你即马做妈妈呢？对啊。是啊，哎呦，我真正做感谢比文姐啊。是吼，就是你厝的带囡仔哦，甲台顶演戏是无共款的完全无哦。共款。是妈妈真正做辛苦的，我会当来上节目，我真正就欢喜耶。是毋是你卡里手啊好诶？我感觉我还放飞自我。而且哦我感觉落啊，阮美文姐啊吼，较想要真好，伊带足侪学生的。是。因为你若通看到美文姐啊，你就通看，今日看到你家，你就讲，姐也有来无？嘿啊你就会先问伊啥啦？因为伊是老师的学生，是啊，老师边啊拢有足侪学生，啊，伊拢慢慢啊培养，啊，愈来愈侪介意歌戏的啦，无就戏剧的啥，
迄落戏曲的，拢会来迄落剧团内面同齐合作当演出安尼。是，因为你家对老师嘛对真久啊吼，对真久啊吼，够10年啊，10当啊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先来去佚佗，佚佗了再来去上台表演。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去佚佗？哦，这边要带大家来去看的是咱美丽的迄个世景。哦，落雪世景是咧宜兰的什么山咧？哦，宜兰县的什么山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哦，你家来，你家因为我刚才知影一个山呢，什么山？是合欢合欢山，合欢山。合欢山，伊咧宜兰吗？宜兰，我唔知，我刚才知影这个。伊讲伊刚才知影这个山，啊，伊唔知影是唔是咧宜兰？来，老师，合欢山对唔对？唔对，妈妈，你唔当想活泼啦，妈妈，嘿，囡仔搁你做诶，你会使看好完就讲啦。咱好看完好不？看完。景真水哦，看完好来，咱搁看，对来继续看落去，安尼你搁较清楚，就水，哇！你知影啥山？台湾落雪嘛真水呢。哦。袂输日本啦，哦，是这样袂输。好，感谢安尼飞的人，哦，实在足辛苦。就厉害，就厉害。迄台机器较辛苦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你机会哦。嘿，是，你的机会是太平山，太平山，是吧？是，确定哦，确定。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太平山对不对？对。有强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分首先，终于讲得到3000咯。好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哦，这有规划做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区啦。伊这山区其实对差不多海拔300几公尺到2000公尺，哦，这样你看，这样你这个幅度才大吼啊。拄则迄落雪，照讲应该是差不多伫个海拔1000公尺以上。迄寒流吼的时阵就有可能会落雪，真水。哦，以上。万五。时间就是金钱嘛吼，有时间。时间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时间的奖金有偌济。真正时间就是金钱啦。就是万五啦。好，我出题啊，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天顶拆下是咧形容早起的5点，还是暗时的7点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天顶拆下，嘿，哎呀，是用下有无？通啊支援咯。那唔知影会使问家己的队员。对嘿，我是这，但是因应该唔知影，我是嘿啊对无？我若是要求支援，这你应该唔知影。你应该比我较知对。对面呢？起点应该是知，暗头啊，迄当阵嘛，暗头啊，就是暗头啊。伊这个是一个早起，一个是迄个。一个早起，一个暗头啊。暗头啊。暗头啊。哦，老师嘛讲暗头。暗头啊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暗时7点对唔对？对去做。万五飞去啊啦，唔对，是嘿飞老师遐去啊啦。你是挑工的对无？所以你甲我讲暗头啊。是，你相信伊？我相信你啊。老师嘛家己刚刚唔知。嘿，主要这个拆，你讲拆下，啊我讲拆下吼，这交叉不要紧，反正就是迄竹下有无？竹下迄个迄竹啊，外口迄定定的迄会当迄落拔落来迄。有的人迄是讲迄甲叶啊共款，其实是比叶啊较定的啦。嘿，啊拆下意思就是迄个有淡薄仔，就看到白色。看到白色，安尼意思是咧形容迄天拄曝光迄种情形啦，天拍曝光，天小可光迄款的情形，小可白，啊，毋过还袂到完全迄落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这应该是早时的。因为咱第一题有几个字？第一题有3个字。3个字哦，会记恁即摆有几秒？72秒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名博客栈，名博客栈。第二个提示是宜兰，应该知影哦。第三个题传统戏曲，今日第四题落地啥？紧切。第什么？讲出。三个字。嘿，什么？人甲神拢咧看。人甲神拢。落地啥？这个。
地扫对对对地扫啊，咱名无对对对对客栈就是对对对讲啊，嘿是唔是？嘿，宜兰就是被宜兰因为伊咧讲迄个宜兰，迄个是歌戏法官地，起码有安尼讲。对，对即嘛嘛大放假这学生仔伫遐学歌戏，对后来这第一题哦，前面甲看，用几秒？够54秒，够54秒哦。加油后来加油！第二题，是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两个字哦。后来咱请开始，第一个是两，第二个是日本，日本第三个提示是洗身西躯啊，区，第四个提示是洪水，应该知影吧？啊，这个我想讲到洪水应该爱知影啊。辛苦我想讲速度有紧，有紧，来，够43秒，继续，上尾一题，最后一题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有几个字？啊，上尾一题是两个字。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第一个提示是鹿港，落港。第二个提示是烧水咧滚的声。哦，烧水嘿。第三个提示古早味。啊，吃啊，什么？健康。好来，咱看这秒数。哦，够31秒啦！ 31秒哦，都好恁送的30哎，真正多恁送的，嘿嘿，对啊！所以今麦奖金就是3万1千块。